扶輪公園觀景台，俯瞰維多利亞港與眾多名勝。位於扶輪公園內的觀景台，是觀賞香港壯麗景色的絕佳地點。站在這裡，你可以一覽無餘地俯瞰維多利亞港、中環、西環、葵青、荃灣、南丫島、青衣、長洲、喜靈洲和坪洲等地，感受到香港的繁華與多元。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的心臟地帶，其壯麗的海景和繁忙的航運活動盡收眼底。你可以看到對岸的中環和西環高樓林立，與維多利亞港形成鮮明的對比。同時，你還可以遠眺葵青、荃灣等新界地區的蓬勃發展，感受到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活力與魅力。此外，南丫島、青衣等離島的美景也一覽無餘。南丫島以其寧靜的海灘和獨特的自然風光吸引着眾多遊客，而青衣則以其現代化的建築和規劃展現出香港的新面貌。長洲、喜靈洲和坪洲等島嶼也盡收眼底。這些島嶼以其獨特的文化和歷史背景，為香港的海洋景觀增添了豐富的色彩。在觀景台上，你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美景，還可以感受到扶輪精神的力量。作為扶輪社的重要場所，觀景台承載着扶輪社對服務、友誼和團結的承諾。在這裡，你可以深刻體會到扶輪社成員們的無私奉獻和互助精神，這種精神也在觀景台的設計和建設中得到了充分體現。扶輪公園觀景台是一個集美景、文化和精神於一體的地方，它不僅是遊客們欣賞香港壯麗景色的絕佳場所，也是感受扶輪精神、參與社區活動的重要平台。在這裡，你可以放鬆身心，與自然和諧共處，同時也可以深入了解香港的歷史、文化和精神內涵。